展風華，係由中國海外、珠海富華里冠名贊助。當興趣同職業結合喺一齊嘅時候，職業嘅從事者往往就會不離不棄。跟隨住我哋嘅故事，畫家為我哋畫出尖沙咀嘅綢緞莊，又畫出尖沙咀嘅金鋪。呢個畫家並唔係第二個，而係呢一節故事嘅主角——尖沙咀海濱長廊藝墟畫家葉柏河。我第一份工作係做生行嘅。隨住嗰個即係對香港嘅環境認識多咗，又發現到其實就除咗做生行，可能都仲有其他行業係適合我自己做嘅。風箏飄逸在半空，只盼任葉生喺家鄉東莞出世，佢哋嘅鄰居係一個有一定造詣嘅業餘畫家。葉柏河幾歲大嘅時候，見呢位鄰居常常攤開紙墨作畫表畫，就情不自禁走過去睇。久而久之，呢位鄰居成為咗佢嘅老師。其實我係78年由東莞落咗嚟香港嘅，當時係啱中學畢業冇幾耐嚇，諗下都30幾年啦依家。葉柏河嚟香港定居後，又跟隨中國畫名家楊善深學畫，精通中國畫同西畫，唔少畫作曾經參展或者獲獎，但佢嘅名氣仲不足以令佢靠畫畫嚟維持生活，所以佢不得不放下興趣，以維生為目的嚟選擇職業。咁隔離有一個鄉里就係佢係又送貨，後期自己開間線廠，就好似山寨式兩公婆咧。喺隔離買幾部線機去台灣打嗰啲線球啦，咁佢就喺度開線廠，咁我就見到佢都揾到食，咁後期我就劈低咗啲油畫，所以行貨唔做，就走去佢嗰度學，咁幾個月之後我就自己開間細細地嘅山寨廠喺嗰度又咁做。隨住香港製衣業北移，呢啲做製衣配件嘅山寨廠只有面臨結業一途。葉生嘅唯一專長係畫畫。經朋友介紹，佢做咗一輪商業畫，又同人合夥開過畫室。但佢覺得呢種需要經營管理嘅職業並唔適合佢。呢度做兼職嘅，其實所謂兼職就係類似佢啲我哋行家咁樣，逢星期六、禮拜六下晝到或者星期日，咁嗰兩日先出嚟開檔，閒日就有份做揸車又好乜都好，做住先，咁就係冇信心嘅對呢個行業。主要嘅對象都係啲遊客咯。以前就即係話啲外國人啊比較多啲，即係譬如話好似美國啊客、澳洲客就多啲。呢幾年因為個經濟啊，可能轉向東移，變咗可能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啊，甚至乎國內嗰啲遊客都有開始陸續多啲咯。大致嚟計就係遊客嘅主要因素咯。由於海濱長廊遊客眾多，畫畫嘅收入足夠葉生養家活口，更重要嘅係呢個職業只要求佢專心於佢中意嘅繪畫，不必有其他煩擾嘅憂慮。嗰陣就係可能仲後生，因為唔知攰啊，有可能畫到夜晚2、3點啊。即係當年文化中心喺度好熱鬧，就係有小販有成嘅。咁後期佢文化中心就有咗啲廣場主任啊，規範咗好有系統咯。淨係專心畫畫，我唔需要經過其他人，有冇人嚟收數啊？就咩都唔需要，就覺得好安全啊，好舒服。即係每日好似即係翻嚟呢度，即係好似個畫室嘅啫，只不過係就係露天嘅畫室啫，咁簡單。大部分人嚟尖沙咀海濱長廊嘅目的，都係欣賞維多利亞嘅美景，眺望對岸香港島嘅迷人景色，令人流連忘返。但對於喺呢度畫咗10年畫嘅葉柏河嚟講，早就將海濱長廊當成自己嘅工作室。10年嚟，除咗8號風球或者狂風暴雨，葉柏河每天都會坐喺呢度，細心觀察住尖沙咀海濱嘅萬千變化。我講得尖沙咀其實係可以講係個
環境千變萬化咯。你朝頭早陽光普照，其實都幾靚，不過就係實在太靚啦，太清涼。即係可能畫畫嘅人中意多嘢諗啲，即係有時落雨咧風雲變色，其實有另外一種情趣咯。每晚即係話嗰啲燈光開始睇得到嘅時間，其實有另外一種靚法，即係你感覺到香港真係好璀璨咯，嗰啲夜色。所以正如好多遊客，佢哋同我講，我要睇個拉蘇，佢哋其實好遠嚟，其實係目的只有15分鐘嘅啫，好超值咯。你可以講話其實係千變萬化。喺尖沙咀有時係夜晚落雨啊，其實可能成個海港睇唔到，淨係睇到白蒙蒙一片，其實係另外一種感覺。遊客為咗觀賞天上璀璨一刻，都願意等。最精彩、最興奮嘅就係呢一刻，夜空中嘅禮花璀璨映透咗半邊天。同樣，每一個人生都希望有光輝燦爛嘅時刻。葉柏河嘅好多朋友都有自己開畫廊，甚至參與好多國際比賽，希望有朝一日闖出名堂。佢哋覺得葉生嘅生活模式係浪費人生。正如有啲行家成日同我講，佢話你可以呢度耽誤咗咁耐時間，其實係完全都冇乜作為咯。但其實作為一個中意為人像或者喺度從事呢樣工作嘅人，就我自己好甘於就話係可能呢度係可能會永遠喺度做咯。如果呢度唔反對嘅話，就我好中意做呢份咁嘢，係覺得自己好勝任咯。係其實係冇乜遺憾。大自然嘅華麗有時稍縱即逝，畫家最大嘅樂趣係留住呢一瞬間，俾更多嘅人共同欣賞。當然呢個係要有嗰份情懷，即係你有感觸，我先至去落手雲咯。譬如話突然間打風落雨，突然間天邊係有啲陽光射出嚟嗰剎那，其實都幾隨意咯。可能就係好簡單落幾筆水嘛，或者水晶個點到即止咁。就都有畫咯。繪畫不同於影相，雖然葉生經常都係對住顧客畫肖像，但裡面除咗形似之外，仲蘊含咗好多藝術創作嘅元素。最令葉生開心嘅係，有啲外國遊客幾年後舊地重遊，仲會嚟揾翻佢。佢2、3年前嚟過香港，幫襯我畫嗰張。3幾年之後，佢可能帶咗成班仔女成群咁走嚟，而且係落緊大雨，佢都走嚟。最後其實佢冇都要走嚟星光大道，順便仲最睇下揾唔揾到翻當年幫佢畫過個畫嘅喺度。太太同幾個仔女嚟，一畫7張。咁即係嗰種其實已經唔係錢問題，即係有少少好感動咯。風雨交加遇到有啲咁嘅客咧，係翻轉頭嘅咧，其實係幾感激咯。自細中意美術嘅葉生，嚟到香港之後，兜兜轉轉，尋尋覓覓，最終喺尖沙咀海濱長廊揾到符合自己興趣嘅終生職業。佢唯一嘅希望就係可以俾佢喺度長期畫落去。比我以前喺畫室啊做商業畫，可能勝任得多。我真係每張我都俾心機畫，就其實係可能一個畫公仔嘅人嘅真正目的，其實真係想畫張好嘅畫嘅啫。個人像就永遠唔會厭咯，因為佢係每個人每個顧客嘅精神面貌都唔同，除非佢呢個有變化。如果冇變化，我就希望就話，即係畫到我真係冇辦法做畫為止咯。即係我係真係中意呢份嘢嘅。喺葉生眼裏面，尖沙咀海旁嘅景色，亦同佢熱愛嘅工作一樣，永遠都咁美好。無論佢係陽光普照，亦或係翻風落雨。我中意成個海岸線維港個海岸線，因為海岸線其實係正先講翻嗰個天氣，朝頭早有另一個景象，可能鬆鬆蒙蒙嗰種感覺，或者日出咁有啲雲層遮啊咁，到夜晚黃昏其實係相當靚，因為好似鹹蛋黃咁，但係就係好似我哋咁長期喺呢度做嘢望住個海咧，其實係黃昏每晚如果真係好天咧，都相當雀躍咯。雖然我又冇話大聲嗌俾人聽好靚，其實係好情不自禁都係每日都可能去影啊。
大浪西灣風景宜人，鹽田仔小島悠閒僻靜。喺呢兩個景色迷人嘅地方，坐落住兩條古老嘅村落——西灣村及鹽田仔村。呢兩條客家村落都曾經人丁興旺，宗教文化影響甚深，但交通不便及時代發展，如今村莊卻人丁稀疏，十分破落。今日嘅村民點樣面對呢一片孕育自己嘅土地呢？沒落中嘅村落可唔可以重煥生機？請關注下一集《客村路崎區》。跟住落嚟係播映高志森微博，請繼續欣賞。中國海外特約再展風華係由中國海外珠海富華里冠名贊助。